癌症连续42档排伫咧国民10大死因的第1名。不过，即马医疗科技进步，癌症伫咧5档内存活率是已经超过60%，这也代表患者治疗时间又长，心理支持的需求嘛有增加。国健署今年就补助7间病院，头一届推动以着癌家庭做中心的照护计划，希望会当来帮助因减轻压力。这40外岁女性得到卵巢癌真侪年，进前会诊追踪的时阵发现肿瘤复发，后一时间无法度接受，竟然伫上班的中途跳河轻生，好佳哉互人救起来，病院及时安排心皮科介入，佮启动家庭照护模式，强化家庭支持的力量，伊即马已经用天然面对病情。后来他又再一次的。1次2次的有复发的现象，但是现在复发的话，他也知道怎么样去调整自己，不要再像过去那样不知所措，然后就冲动做了一些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事情。国健署表示，癌症已经连续42年是国人10大死因第1位。不过，即马医疗科技进步，全国癌症5年存活率已经比10多年进前的50.2%提悬到62.1%，存活率提悬也表示，癌友爱甲癌症共存的时间变长。所以，国健署今年推动第一摆得到癌症1年来家庭照护，互癌友甲家属分享照护经验，降低焦虑感，也减少家庭内底误解甲冲突。因为今年要示范计划而已，所以我们就设定了以第1年初期罹癌的这些病人还有他的家属来做一个家庭式的一个服务模式。国健署强调，今年补助7间病院推动以癌友家庭做中心的照护，在疾病治疗过程当中，医疗团队应提供癌友心理的需求，佮强化家庭支持，互癌友无后顾之忧，安心治疗，佮顺利能够回归社会。记者综合报道。